歡迎返到嚟 K 分 Couple。哎呀，明明買咗國泰機票，去到機場點解會變咗快運㗎？事緣係咁嘅，我哋平時去日本、台灣旅行，一般都係透過機票比較平台去睇下機票嘅價錢。除咗可以比較價錢之外，有時透過一啲中介，例如旅行社買機票，仲會平過官網啊。平時搭開廉航嘅我哋，講真啦，真係冇咩搭國泰嘅經驗啊。由於今次飛除咗拍片，仲係慶祝我哋嘅結婚週年紀念，所以我哋見到國泰來回每人1066蚊，抵喎。而同一時間，快運嘅機票做緊800零蚊，雖然只係個零鐘嘅機程，但係結婚週年喎，不如今次坐得舒服啲搭國泰啦。問題嚟啦，我哋今次係透過 Skyscanner 去比較機票嘅價錢，見到難得國泰嘅機票咁平，望住個國泰 logo 撳入去 T-Flight 就喳喳臨入資料俾錢啊！亦都係因為咁，我哋就鬆懈咗，冇檢查細節啦。呢次粗心大意係我哋撞板嘅最大原因。而關於聯營嘅資訊，除咗喺訂購嘅過程中有機會睇到之外，喺機票嘅確認電郵同埋收據上面都冇再提及噶啦。咁究竟我哋幾時先知呢？就係去到機場睇登機水牌先知啊！咦 ？H 櫃台咪同 UO 一樣？最神奇嘅係，我哋問咗2個快運嘅地勤同事，都唔知發生咩事。甚至有一個地勤同我哋講 ，CX 唔係喺呢邊櫃台辦理登機嘅喎。最後喺快運嘅自助登機設備度用護照辦理登機手續，又真係出到 UO 機票喎。我哋唯有接受現實啦。喺 Thread 度開咗個 post， 警世機票中伏，國泰變快運。之後發現眾說紛紜，有網友話轉機先有聯營航班嘅喎，國泰聯營有100蚊餐券㗎，有託運行李你哋冇用啫。所以我哋都有期望，價錢貴咗應該係有啲嘢唔同嘅。而家出現咗幾個問題，你點先會知道你買嘅機票係聯營航班？一般航班編號係3個數字，如果4個字係咪一定係聯營航班？機票買貴咗係咪多咗100蚊餐券啊？我哋有冇寄倉行李呢？喺開估之前，大家睇下購票過程例子先。去程就5月8號啦，回程就5月12號。我哋淨係睇國泰同埋香港快運嘅航空，我哋見到12.9呢個國泰航空呢，就係聯營航班嚟㗎，而聯營航班公司就係下邊嘅香港快運。大家見到佢哋去程同回程時間係一模一樣，而價錢就有分別啦，大概貴200蚊左右。咁我哋就選擇呢個機票，跟住我哋用 Kiwi 做例子。如果你揀咗呢個平台，更加容易睇漏眼啊！大家見到就係香港飛高雄，12.9出發，2.3到埗，喺下邊入埋啲資料就會買到機票噶啦。唔係喎，你揀完時間買埋機票，我都見唔到係聯營航班喎。一般人揀啱飛機時間同埋心儀嘅公司係國泰航空喎，就咁選擇，再揀埋邊一間公司買，就好容易忽略咗右邊會有一行灰色嘅細字，實際成運係香港快運航空。其次，原來呢個版面都有提示㗎，俾2秒鐘大家睇下。都冇嘅，你係咪呃我㗎？嗱，你見到飛機時間同埋係國泰航空都唔夠㗎，聯營嘅資訊咪收埋喺度咯。承運人係國泰航空，承運聯運人係香港快運。嗱，寫晒喺度㗎，真係你冇睇清楚咋。當我哋玩完6日5夜，返去機場辦理登機嘅時候，高雄返香港嗰程喺櫃台辦理登機嘅時候，先發現我哋嘅機票係快運輕便飛。What？ 係喎，唔止冇寄倉行李，連手提行李都冇啊！咁即係點啊？要現場加2600台幣買一個寄倉行李咯，即係連埋本身嘅機票搭 UO 仲貴過搭國泰啊！咦？點解我哋由高雄返香港先發現呢？翻去第一日訂機票嘅時間，當日我哋喺訂機票網站係寫明冇免費託運行李嘅，而手提行李就根據翻航空公司嘅規定，因為我哋買嘅係國泰機票，當然要上翻國泰嘅網站睇啦。見到香港去高雄線係有寄倉行李同埋手提行李喎，咁我哋就放心啦。因為我哋第一程係由香港去到高雄用自助登機嘅關係，冇人檢查我哋嘅隨身行李，所以冇發現到。根據國泰同香港航空嘅聯營航班例如，手提行李係7公斤。一般人諗起手提行李，第一時間都會諗起行李袋或者行李篋，有乜可能會諗起香港快運嘅隨身物品細袋仔啊？最後我哋除咗機票買貴咗，乘搭同800幾蚊一樣嘅快運之外，再跌咗2600蚊台幣交學費啊！
手提嘅行李麻煩要託運啦。我哋到最尾手提7公斤嘅登機行李，因為冇得現場加嘅關係，我哋變咗託運。我哋喺國泰嘅官網反映咗問題，佢哋話2星期內回覆。收到答案之後，我哋再喺置頂留言 update 翻大家啦。今次就當跌少少錢撞個板之後，提醒大家唔好似我哋一樣，見到平嘅國泰機票就俾錢，要望清楚條款啊！如果係聯營航班嘅話，建議直接買翻快運啦，自助加購行李同埋餐點都方便啲啊嘛。係時候答翻頭先嘅問題啦。4個號碼嘅航班，除咗係聯營航班之外，仲可能會係貨機、包機、加班機同埋外國機。而選擇聯營航班嘅好處就係可以賺取亞洲萬里通嘅里數同埋會籍嘅積分，仲可以享有特定嘅國泰航空機票禮遇，例如寄艙行李限額。不過我哋今次要喺登機櫃台度自費加2600台幣買寄艙行李。我哋今次係冇任何機上嘅餐點。不過如果你係今年3月30號之後買嘅聯營航班機票，就會有一份熱餐或者小食配汽水或者啤酒。咁我直接買返 UO122咪得咯。點解我要買一張由國泰旗下嘅香港快運聯營嘅機票呢？希望觀眾們唔好似我哋咁傻仔啊！如果覺得我哋嘅片唔錯嘅話，可以訂閱一下支持我哋。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